苏三三吃，天天老海吃个么子大家好。今朝一播出呢，再有一期，那么一般讲起来，包单再有一个么总归是比较重量级个二台戏。那么先来看看今朝一叫在上个海吃么子呢？我来说，今朝叫咱我去上。今朝本来吃一样叫50大方羹。50大方羹。那么顾名思义，50么就是5种式样。就是5种味道。5种味道。那像这个一只呢，就是玫瑰的。玫瑰。这个一只呢，就是黑芝麻的。这个一只是八股的。这个一只是豆沙的。这个一只是老黄瓜，你晓得个？这只啥讲我补好啊！补好补好的原来是这样样子的。那么里向海上还是有果子肉、松子肉个。不要把锅两个，你承认不好不来个。对。那么，最近呢，在几年当中开发出一只海个，叫鲜肉大方羹。玫瑰、芝麻、白果、豆沙、薄荷加鲜肉，这明明是6种式样啊，为什么却叫做5色大方糕呢？50大方羹呢，已经有100多年历史。已经近200多年历史。清朝中期的有。你这个一定少人见50大。对。 5色大方糕入口软糯，满嘴甜香，而且和其他糯米点心不同，5色大方糕吃多了并不会令人反酸、消化不良。这其中的秘密就在5色大方糕独特的粉料里。做大方羹个粉呢，这个是干粉。那么个干粉呢，还分是纯是糯米，也分纯是秆米的，里向有点个配比的。你拿想法呢是80%是秆米粉，20%是糯米粉。那么这个粉切好以后、想好以后呢，还要切水，切水呢，切好之水呢，还要醒个半个钟头到1个钟头。醒好粉以后，还要用砂杀，为啥呢？在上坡里向肉豆腐头里向还有3个皮皮头，是不是？杀之后呢，直接洗。那么烧下来的粉以后呢，才是可以直接把它特子里向呢来做方羹的。做好了粉，下一步就是给方糕塑形。这一步，点心师傅有个约定俗成的说法，叫挖糖子。这个呢是叫挖糖子，也就是有的挖壳子。那要试试看呢。好，试试看啊。试试看，往里头挖人家。对。不来，不来。太得这哇，啥人太得这因为你挖得该得了，要顶着，那不是一个绳子的嘛？对了，对，它有个绳子的原来在方糕模具的两边各有4道木槽，准确标注好每块方糕的大小。再给它顶着，然后拿粉揉平，到边再给面下去，再往里向挖。我现在在讲猪八糕个顶锅这个么子，对。做好方糕的外形，下一步就是把6种馅料分别填进去。虽然馅料各不相同，但是填完每一块方糕的馅料之后，都要放同一样东西，这到底是什么呢？胡老师，我刚刚看见里向这个放置结怪的资源的，那么阿会的吃上去太圆的呢？不会的，因为你蒸汽上的以后呢，这个资源呢融化脱了，这个侪用了这个壳子里向，侪用了皮子里向，那个皮子里向呢，所以吃起来肥糯。如果说你跟不包个地区，所以我就吃上干。馅料放好之后，再往上面撒上一层薄薄的米粉，既能把馅料盖住，又方便后面的拍花。花出来噻，那么现在呢是拍个第2名是过去辰光呢会拍各种花头出来，包落水洗。对。5色大方糕就可以送去蒸了。大约10几分钟之后，一整块晶莹剔透的大方糕就出炉了。要拿里翻子对面还要有个翻身。那么刚刚把只有个阳光出来着，你看见就像水晶的一样。对。对。那么搿点干看上去浓嘟嘟的，对。
那么呢，经过这个样子一来呢，搿改口上去滋润浓度，是吧？对，浓度多在是吧？对。啊，像你手里个三狗样。对，像那刚给我一样的。五色大方糕从诞生以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，但时至今日还保持着其最初制作方式，被评为苏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搿个一块方盖是漂亮个，上头一层薄薄结个衣啊，搿层薄薄结衣个下头可以推出里向个娘啊。我讲里向来滚动啊，像绿颜色个布蒿，红颜色个玫瑰里向来滚动啊，搿个是确实是，我觉着是一卷一卷，别讲里个譬如讲粉，里个粉个钢具，里个娘性个钢具，侪应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对。除了制作工艺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五色大方糕的包装也是极具特色。用竹篾编成的小小篮子，既环保又透气，上面盖着一张红纸，非常的漂亮。那里一个干么应该蹲辣地上盖里向吃。对。那么现在搿个蹲辣地上盖里向吃么叫糖吃是吧？对个。我现在我蹲辣两高头带是糖吃，一边糖一边吃。对。美食家，是什么桂花糕？这个方糕，大方糕，大方糕，说明人吃了之后很大方。对，很大方。对，苏州人民很大方。高速三吃名堂多，味道香甜满手浓，生煎馒头豆沙包么南瓜头子大方糕。哎呦，有啊，侬搿那个天气，搿个叫啥个地不是背得出噻？是呀。我跟你讲，苏州三吃，合资个店啊。也50-60种的了，50种的了，包括水果现在还不止了，最譬如水果的季节，苏州三吃不是最多。那么该做辰光来不及，你下周有机会呢，再请韩老师带你一样来教材。那么观众朋友们，等到大家下趟再会。苏州三吃天天老海吃个么子大家好。今朝要播出呢，再有一期，那么一般讲起来，包单再有一个么种归是比较重量级个鸭蛋戏。那么先来看看今朝要教材啥个海吃么子呢？我来说今朝教材我先上。今朝不能吃一样叫五色大方糕。五色大方糕。那么顾名思义，五色么就是5种色样。就是5种味道。5种味道。那像搿个一只呢，就是玫瑰的。玫瑰。搿个一只呢，就是黑芝麻的。搿个一只是八角的。搿个一只是豆沙的。搿个一只是老黄瓜，你晓得个？搿只啥讲？布好啊！布好布好的原来是搿样子的。搿么里向海鲜还是有锅猪肉、松猪肉搿味。半夜包过2罐，你承认布好不2罐？对。那么最近呢，在几年当中开发出一只海个，叫鲜肉大方糕。玫瑰、芝麻、白，下一步就是给方糕塑形。这一步，点心师傅有个约定俗成的说法，叫挖糖子。这个呢是叫挖糖子，也就是现在挖壳子，那要试试看呢。要试试看啊，试试看，往里头挖是吧？对。不来，抬得着哇，啥人抬得着因为你挖得该得了，要停着，那不是一个绳子的嘛？边上对，一道有个绳子的原来在方糕模具的两边各有4道木槽，准确标注好每块方糕的大小。再给它顶着，然后揉粉揉平，再擀面下去，再往里向挖。我现在看搿样猪八糕个顶锅这个么子，对。做好方糕的外形，下一步就是把6种馅料分别填进去。虽然馅料各不相同，但是填完每一块方糕的馅料之后，都要放同一样东西，这到底是什么呢？胡老师，我刚刚看见里向这个放置交关个资源的，咁么也会得吃上去太圆的呢？不会的，因为你蒸汽上的伊那个资源呢融化脱了，搿个侪用了搿只壳子里向。果、豆沙、薄荷加鲜肉，这明明是6种式样啊，为什么却叫做5色大方糕呢？5色大方糕呢，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，已经近200多年历史了。清朝中期的有。你这个约定俗成叫5色大方糕。对。 5色大方糕入口软糯，满嘴甜香。
而且和其他糯米点心不同，五色大方糕吃多了并不会令人反酸、消化不良。这其中的秘密就在五色大方糕独特的粉料里。做大方糕个粉呢，这个是干粉。那么个干粉呢，也分是人人是糯米，也分人人是秆米的，里向有一定的配比的。你拿想法呢是80%是秆米粉，20%是糯米粉。那么这个粉切好以后、想好以后呢，还切水，切水呢，切好之水呢，还要醒个半个钟头到1个钟头。醒好粉以后，还要用砂烧，为啥呢？在上坡里向肉得不透，里向还有3个皮头，是不是？烧之后呢，水洗。那么烧下来的粉以后呢，才是可以直接把它特子里向呢来做方糕的。做好了粉，再用那皮子里向，那个皮子里向呢，这吃起来肥糯。如果是你跟不包个地区，所以我就吃了够。馅料放好之后，再往上面撒上一层薄薄的米粉，既能把馅料盖住，又方便后面的拍花。做出来噻，那么现在呢是拍个第二名是过去辰光呢会拍各种花头出来，包落水洗，对个对个，拍完花，五色大方糕就可以送去蒸了。大约10几分钟之后，一整块晶莹剔透的大方糕就出炉了。要拿里翻，翻子对面还要有个翻身。哦。那么刚刚包子一个样过出来着，人家看见就像水晶的一样。嘿。啊对。那么搿点干看上去糯嘟嘟的，是吧？对。那么呢，经过这样样子一来呢，搿干看上去滋鱼浓浓，是吧？对。糯嘟嘟的，是吧？对。啊，像你手里个3个样。对，像那刚个我一样的。五色大方糕从诞生以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。但时至今日还保持着其最初制作方式，被评为苏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这个一块方糕是漂亮啊，上头一层薄薄煎个衣啊，搿层薄薄煎衣个下头可以推出里向个样啊。我讲里向来滚动啊，像绿颜色个布蒿，红颜色个玫瑰里向来滚动啊，搿个是确实是，我觉着是一卷一卷。别刚刚你个譬如讲粉，你个粉个钢具，你个良心个钢具，侪应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对。除了制作工艺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五色大方糕的包装也是极具特色。用竹篾编成的小小篮子，既环保又透气，上面盖着一张红纸，非常的漂亮。你一个干面应该蹲到地上盖里向对。去。那么现在搿个蹲到地上盖里向去嘛叫糖吃，是吧？对个。那现在我蹲在两高头带是糖吃，一边糖一边吃。对。美食家，什么桂花糕？这个方糕。苏三三吃，天天老海吃个么子大家好。今朝一播出呢，再有一期，那么一般讲起来，包单再有一个么总归是比较重量级个鸭蛋丝。那么现来看看，今朝一叫在啥个海吃么子呢？我来说今朝叫咱我是啥？今朝本来吃一样叫五色大方糕。五色大方糕。那么顾名思义，五色嘛，就是5种色样。就是5种味道。5种味道。那像搿个一只呢，就是玫瑰的。玫瑰。搿个一只呢，就是黑芝麻的。搿个一只是八角的。搿个一只是豆沙的。搿个一只是老黄瓜，勿晓得个。搿只啥讲？布蒿啊。布蒿。布蒿的原来是搿样样子的。咁嘛，里向海上还是有瓜子肉、松子肉搿个。半夜包过来过，你承认布蒿不来过。对。那么，最近呢，在几年当中开发出一只海个，叫鲜肉大方糕。玫瑰、芝麻、白果、豆沙、薄荷加鲜肉，这明明是6种式样啊，为什么却叫做五色大方糕呢？五色大方糕呢，已经有100多年历史。已经近200多年历史。清朝中期就有。你这个约定俗成叫五色大方糕。对。
五色大方糕入口软糯，满嘴甜香，而且和其他糯米点心不同，五色大方糕吃多了并不会令人反酸、消化不良。这其中的秘密就在五色大方糕独特的粉料里。做大方糕个粉呢，这个是干粉。那么个干粉呢，也分是人人是糯米，也分人人是秆米的，里向有一定的配比的。你拿想法呢是80%是秆米粉，20%是糯米粉。那么这个粉切好以后、想好以后呢，会切丝，切丝呢。拍完花，五色大方糕就可以送去蒸了。大约10几分钟之后，一整块晶莹剔透的大方糕就出炉了。要拿里翻子对面还要有个翻身。哦。那么刚刚包子有个阳光出来着，你看看见就像水晶的一样。嘿。啊对。那么搿点干口上去糯嘟嘟在是对。那么呢，经过这样样子一来呢，搿干口上去滋润浓浓，是吧？对。糯嘟嘟在是吧？对。啊，像你手里个三姑娘。对，像那刚个我一样的。五色大方糕从诞生以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，但时至今日还保持着其最初制作方式，被评为苏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搿个一块方糕是漂亮个，上头一层薄薄煎个衣啊，搿层薄薄煎衣个下头，吃之水呢，还要醒个半个钟头到1个钟头。醒好粉以后，还要用砂杀，为啥呢？在上坡里向肉得不透，里向还有3个皮头，是不是？杀之后呢，直接洗。那么烧下来个粉以后呢，才是可以直接放到特子里向呢来做方糕的。做好了粉，下一步就是给方糕塑形。这一步，点心师傅有个约定俗成的说法，叫挖糖子。这个呢是叫挖糖子，也就是现在挖壳子。那要试试看呢。好，试试看啊。试试看，往里头挖是吧？对。不来，不来。推得着哇，啥人推得着？因为呢，挖得该得了，要停着。那不是有个铲子的嘛？对了，对，它有个铲子的啊。原来在方糕模具的两边各有4道木槽，准确标注好每块方糕的大小。再给它顶着，那么糯粉揉平，再给面下去，再往里向挖。我现在在讲讲猪八糕和冰花这个么子，对。做好方糕的外形，下一步就是把6种馅料分别填进去。虽然馅料各不相同，但是填完每一块方糕的馅料之后，都要放同一样东西，这到底是什么呢？胡老师，我刚刚看见里向这个放子结结棍棍的资源的，咁么阿会得吃上去太圆的呢？不会的，因为你蒸汽上头以后呢，搿个资源呢融化脱了，搿个侪用了搿只壳子里向，侪用了皮子里向，那个皮子里向呢，所以吃起来肥糯。如果说你搿不包个点咸，所以我就吃上干糊。馅料放好之后，再往上面撒上一层薄薄的米粉，既能把馅料盖住，又方便后面的拍花。花出来着，那么现在呢是拍个第2名是过去辰光呢会拍各种花头出来，包落水洗，对，